哈，就这几天啊，有一个人的舔共指数忽然高升，直接盖过你哈，变成绿营的网军的头号标靶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对，谁？你老婆陈佩琪。陈佩琪现在已经是我们的舔共排行榜第1名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超越你，跃升为舔共排行榜第1名吗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啊？我看你们知道啊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好大胆啊，他敢逆时钟哎！现在只要逆时钟就是舔共，你知道吗？谁逆时钟逆的最前线的话，舔共排行榜窜升速度就非常的快啊！你知道陈佩琪医师哈出来为小民说话，我非常感动哦，所以我当然肯定他。可是到全台湾第一个站出来为小民说话的是谁？你知道吗？第一个，你吧？对，你看着我就对了，就是我罗志强。整个政府最该为儿童站出来讲话，机关首长是谁？是陆委会吗？不是卫福部，就是卫福部啊。可是陈时中那时候说了这句名言哈，自己选择了国籍，自己就要承担。这句话哈，跟市长报告，你知道他不但冷血，他没有法律常识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有。那你知道我讲完之后，你觉得我在网络上是得到一片掌声吗？你觉得呢？一片掌声吗？笑那么有心有同感，就知道你也常有这种经验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陈时中是神嘛，你怎么可以碰神呢？碰神就该打就该死啊！所以呢，不管我讲100个道理，我告诉你，他4个字还我，你知道什么吗？4个字吗？就你老婆说的啊，亲中舔共啊，舔共卖台啊。所以，既然陈佩琪今天讲的话，我说实在话，在所谓的小民的这件事情上，我觉得依着良心而言，陈佩琪跟陈时中高下之立判。所以我最近看了陈医师的2篇贴文，不管是小民的，或是给质疑4位的那一封信，或者是你说你不敢管，也不想管我少数会把你们2个贴文看完，然后忍不住想要按个赞连你那一篇我都觉得你说的很好。以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但是我有一点好奇这2件事情都已经事过境迁了有一点是过去发生的时效已经过去了，为什么陈医师会突然对这2件事情发表意见？我跟陈佩琪还是会讲话的，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讨论的。所以这2件事你们其实在家里有讨论过？有了。你知道他不满那么久了吗？我有拜托他不要写。所以他要写之前你有讲是不是？哎呦，拜托你不是，有时候我常常是看到他写点书，再跑回去跟他讲说，我卖个线。市长以你的角度来看给4位的那一封信2个陈医师的看法到底是谁是对的或是你认同哪一个？不要问我我只问你个人的态度你不一定要护老婆没关系，你的专业态度。不，我是看一看，然后就。你完全没有想法吗？不是的，我没有的，那这样讲有点丢脸，我没有陈佩琪那么勇敢。你。